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30，耶利米哀歌3章24到25节，安尼讲：我的心讲，耶和华是我的基业，因为安尼，我要望伊。紧啊听候耶和华，找求伊的，伊要施恩予伊。三角来祈祷，最远的基业，阁要施恩予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伫这个充满济济的惊吓甲不安的时代，伫人追求世间的名利甲成功的年代，主啊！阮有缘要用坚定的心来对你讲，你是阮永远的份额甲所有。主啊，我要专心来仰望你，求你予阮无受世间的迷惑甲引诱。主啊，我要将阮一切的忧愁、挂虑、一切的重担，拢交予你。愿你予阮伫听候中，来经历你同在的信息。主啊！我的心要安尼讲，主耶和华，你是阮的基业，因为安尼，阮要望你，今仔听候你，追求你的。你要施恩予因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